近日，一則令人咋舌嘅消息喺國際貿易圈引發軒然大波。特朗普剛宣布對華加徵高達145%嘅關稅，轉眼間美國海關系統便不堪重負，突然崩潰，致使所有貨物一律免稅入境。呢一連串戲劇性嘅事件，無疑讓全球見識到美國貿易政策嘅混亂與荒唐。特朗普政府一直篤信高額關稅係解決美國貿易逆差、重振本土產業嘅靈丹妙藥。呢一次對華加徵145%嘅關稅，更係其貿易保護主義嘅極致表現。然而，美國海關系統嘅崩潰，無異於當頭一棒，將呢一睇似美好嘅如意算盤敲得粉碎。從技術層面嚟睇，美國海關系統顯然未能跟上特朗普貿易政策嘅急速轉變，大量激增嘅報稅數據，使其原本就唔夠先進嘅系統不堪重負，最終癱瘓在地。而呢一故障，直接導致所有貨物喺進入美國嘅時候都免於繳納關稅，讓特朗普政府嘅加稅計劃瞬間化為泡影。更深層次嚟講，呢一事件折射出美國貿易政策嘅盲目性同短視性。特朗普政府一味迷信關稅手段，卻忽視咗整個貿易體系嘅複雜性同相互依存性。喺全球化高度發達嘅今日，任何單方面嘅貿易限制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，最終反噬自身。美國海關系統嘅崩潰，唔單止讓美國政府丟失咗預期嘅關稅收入，更使美國嘅國際形象嚴重受損。全球貿易夥伴睇到嘅係一個政策朝令夕改、執行漏洞百出嘅美國，呢個無疑會削弱美國喺國際貿易中嘅地位同影響力。對於中國而言，呢一事件或許係一個機會。喺面對美國嘅貿易霸凌時，中國一直保持冷靜同理性，堅持通過談判同協商解決問題。如今美國海關系統嘅混亂，也許會讓特朗普政府重新審視其貿易政策，為雙方重回談判桌創造條件。總之，特朗普加稅引發嘅美國海關系統崩盤事件，不僅係一場技術事故，更係美國貿易政策失誤嘅生動寫照。喺呢個充滿變數嘅國際貿易棋局中，唯有理性合作，先至能夠揾到真正嘅出路。最後，大家如果喜歡嘅話，請點讚、留言同埋俾意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多謝。